今日啦嗱行街睇樓，嚟到葵涌介紹一啲樓齡舊啲嘅單位。先介紹葵涌葵景大廈一個300零萬嘅一房單位。葵景大廈位於下葵涌光輝圍27至39號嘅單棟式物業，樓齡大約50年，但係交通生活配套就極為方便。佢只需步行7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鄰近嘅港鐵葵興站。樓高22層，每層有8個單位，單位面積由212尺到574尺，主要係一房同兩房嘅間隔。今日我介紹嘅就係372尺嘅一房單位，先帶大家行一個圈先。跟住再介紹葵星中心另一個370零萬嘅兩房單位。葵星中心係新鴻基發展嘅私人屋苑，由2座大廈組成，樓齡大約45年，亦都係配套十分之完善。葵星中心一共有384個單位，面積由369尺至到518尺。今日主要係介紹嘅係 B 座一個369尺嘅兩房單位，先嚟帶大家行一個圈先。今日嘅介紹就到呢度，大家鍾意邊一個單位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，下條片見，拜。